繼續來看山拿列川的專題，寶安林有防水害、風害、屯涵養水源也得功能，不過係受到人為開發破壞，有可能當地嘅自然生態也會破壞嘅，咩冇嘅國土保安嘅效果。故說寶安林愛改變麼，如何引起其他嘅議論？2年前，馬里亞政府本單按上愛批發某50線，安尼萬里商業嘅交通會過利便，不過因為會經過省府嘅故事呢所在，還會改變寶安林，最離米亞政府家庭搶翻開發。莫做動力通做流量，常常就會把體的保育對動物殺負，也容易喊做殺貓，也同苗栗山區韓國內度嘅中央。2年前，苗栗縣政府本單愛留某50線一條路批發，唔但將會影響到殺負固身的素材，沒有結出一沓水源涵養的寶安林。寶安林改變，唔係講現在就做啲改變，係當佢12嗰邊殺負嘅棲息地，喺嗰邊咩當地居民咩反映講啊，也個我破壞也生態啦。哦，按個嗰條路其實可以有可能效益唔係安泰，係啊，嗰度嗰邊也都唔可以快改變。雖然前面苗栗縣政府簽訂亞控工廠，也打寶安林嘅認證係省府重要固身地，將保存下來。唔過要當到寶安林嘅運命，是因為需要做公共建設來改變開發。桃西濱公路東南亞節其實頭擺幾大片呢，都係寶安林，也將傳到崖後背嘅大陸順還有地位天天。呢度愛入嘅國家共同建設，就留嘅寶安林改變呢，也看到嘅就係大陸方來去嘅差嘅，行間呢呢片嘅生態界交通。因為佢係國家總體建設嘛，故所佢只要經過安尼中央嘅目的事業機關嘅核准，哦，我哋就可以落去判理伊個改變。佢講一般開路嘅時間，安尼會建議佢盡量行喺樹合適嘅地方。哦，對於當地嘅居民，較唔會有影響嘅地方。按行咧，安尼較內陸嘅地方哦，風沙會較細啦。啊，下擺你行差嘢就嘛咁樣較安全。寶安林同結面前，我先經過寶安林巡視員詳細翕相測量野道來做開發嘅參考。就算結面前嘅寶安林禁止開發使用，不過過程當中，沒會有意外嘅發現。像的，因為我們是依法去取締嘛，依法取締的話，他們就會像佢哋就會很路人甲了，到我面前跪下了，就知道點樣用誒。不過還得按照法律去執行啦。寶安林同一般嘅山拿無共樣，由山拿保安促進社會公益嘅功能。一下台灣嘅寶安林有9項客家都係國有地，很看唔好凊彩改變寶安林，尤其一下見來見有保育嘅觀念，應該均衡地位來評估審核。安尼台灣將列為係樹拿林裡面嘅山拿同安全緊貼嘅家園。客家新聞林建佑吳思義苗栗報道。